由廣達文教基金會甲台南市教育局來合作，推動廣達游於意義活動。今年的主題見微知美特展，10號上午巡迴到最後一站蒞臨國小來展出，由蒞臨國小弦樂團精彩的表演來揭開序幕。展場匯集了12間的門校師生的創作成果，透過豐富的展覽作品、活動體驗、甲啲藝術的創作，引導學生對欣賞甲啲好奇來出發，學習以不同的角度來觀察生活周遭的事物，進一步培養探索的精神甲啲觀察力。今年我們廣達游於意的主題是見微知美，它是一場科學跟藝術的結合。我想，今天可以好好來欣賞我們這12所同盟學校，包含我們的立人國小的小尖兵，也可以看到12所學校，這一年來，在廣達的協助下，在我們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大力的支持下，我們展現了很多很讓家驚訝的一個成果。透過這種計劃的合作，能夠對接到全國的平台，也對接到世界的藝術教育的這個平台，非常的不容易。所以這邊我代表黃偉哲市長特別感謝廣達文教基金會的這個計劃，還有我們各學校非常用心的指導投入，讓我們的孩子們參與這個計劃，成果每年的成果都非常的亮眼。其中蒞臨國小的師生共同打造的巨型花朵，加啲巨大蜂蜜加蝴蝶，豪橫的整體藝術，將顯微鏡內面美觀的觀察，轉化成使人欣賞的藝術創作。光華高中呢，它從這個細微的紅血球出發，去做一個服裝的設計展覽，這是非常別出心裁的一個切入點。然後呢，我又看到月基國小他從那個螞蟻的觀點來看這個世界，怎麼從這個藝術跟科學的這個角度，把這個展覽帶給小朋友。所以我光看到這幾個這個教案呢，我就非常非常的興奮所以很期待待會呢也可以看到12所學校大家共同的這個成果這屆巡迴展總共結合了4間國高中，甲啲8間的小學。總共12間的門校學生充滿了創意，甲啲卡書的作品。成果展從今日起展到6月2日，歡迎有興趣的民眾會用踴躍到場來參觀，感受藝術的魅力。台南新聞林彥根採訪報道。